2007年12月6日，相戀17年的周慧敏和倪震遭遇史上最大的危機。倪震被香港媒體偷拍到在夜店裏跟女大學生帳貌，激情舌吻。媒體率先將照片以郵件方式發送給倪震，倪震驚慌失措，隨即回應道：我做了一件蠢事，令伴侶蒙羞，真誠向關愛周慧敏的朋友們道歉。然而，媒體沒有放過倪震。12月9日，照片刊登在了雜誌的封面。倪震與周慧敏苦心經營的完美關係，瞬間化為灰燼。大家嘲諷倪震的同時，都在翹首以待周慧敏的回應。12月11日，周慧敏通過媒體發出一封分手信，稱兩人今後配以朋友身份繼續前進。我與倪震相識於微時，一起度過不能盡算的高低起落，早已磨合了一套我們之間的相處藝術。我的伴侶絕對犯得起這個錯，而這句話亦只有我一人有資格去定論。倪震通過媒體高調發布了裂婚宣言：動搖過才懂得堅強，失去過才學會珍惜。一場風波令我們更了解相互的愛。四方壓力使我們體會到彼此的不可分割，試煉成就了信心。慧敏答應嫁給我了，我們已經申請註冊裂婚，祝福我們吧。瞬間，所有的輿論矛頭紛紛指向周慧敏。香港媒體隨即封她為香港最能忍的女人，嘲諷她為了豪門對背叛視而不見。大眾們更是把她跟一眾原諒出軌丈夫的女星排列在一起，拼拱上原諒教主的神壇。可原諒倪震的周慧敏，真是為愛痴狂的無腦女人嗎？也苦走進她的人生歷程後，你會有不一樣的理解。周慧敏出生前，父親就因意外離開人世。她從小活在女人堆裏，獲得的關愛是殘缺的。對她而言，嚴厲的母親就像父親，失去家裏的頂梁柱，母親的生活過得十分艱苦。她需要撇除自己女性的柔軟，像男人一樣撐起自己和女人的未來。每天除了2份倒班的正職，船有燕鳳插田的兼職，因此她與年幼時的周慧敏關係並不親密。周慧敏眼裏，母親除了疏離就是恐懼。在祖母去世前，周慧敏全是能感受到母愛的。祖母的溫柔和寵愛，讓她在壓抑的生活中獲得一絲輕鬆，而她也在祖母身上學到一個女人最美好的模樣：溫柔、開朗、樂天。香港媒體曾表示，周慧敏是極少數站在金字塔端卻依舊節儉的女明星。這種節儉的生活方式是周慧敏從小習成的。她從小就熟悉貧窮是什麼滋味，小時候就連想要一件玩具都要深思熟慮，最後顧慮母親工作艱辛，將慾望扼殺在心底。長大後，就算她已經擁有賺錢能力，甚至比大多數人積攢的財富都要多，她仍舊不改初心，將錢花在刀刃上。禪襯帶給周慧敏不完整的生活體驗。成長中，她得到的關注很少，所以從小與他人存在距離感。但又因為從小沒有父親，她自認比他人矮一截，所以非常懂得隱藏內心的不安。她總是人群中那個最不起眼又最乖巧的孩子。不管是在家庭、學校，算是走入社會後，她都穩穩穿着最保險的保護色。周慧敏出道之初就被打造成玉女掌門人的形象。這個稱號與她的外形十分貼合，一襲烏黑的長直髮，溫潤的圓臉，配月華的大眼睛，笑起來眼睛彎成完美的弧度，甜美收濕的氣質，像極了每個男生初戀的模樣。在香港娛樂圈黃金時代的璀璨星河中，周慧敏是獨一無二的玉女掌門人。她眉眼溫柔，氣質準正，歌聲婉轉，是無數人心中的白月光，是不染塵埃的夢中情人。這樣一位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女神，卻在人生最美好的年華愛上了出身文學世家卻以風流成性聞名的豪門浪子倪震。這段感情從開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充滿爭議與波折。從1989年相識相戀到2024年悄然落幕，35年的痴戰，30年的相守，11年的婚姻，外界看到的是倪震至少8次明目張膽的出軌，3次被周慧敏當場找包的難堪，是他一次次原諒，一次次妥協的卑微，是兩人裂婚11年堅決不生孩子，被質疑婚姻名存實亡的尷尬。全網都在罵他戀愛腦蠢女人，惋惜一代女神被渣男耽誤半生，毀掉璀璨人生。可周慧敏卻始終淡定從容，哪怕面對鋪天合地的負面輿論，依舊公開力挺倪震，直言我的伴侶絕對犯得起這個錯。人們不禁追問，被出軌8次，3次捉姦在床，痴戰渣男35年，堅持丁克11年，周慧敏真的幸福嗎？她的堅守是戀愛腦的自我感動，算是藏着不為人知的清醒與算計。這場橫跨半個港娛圈的愛情迷局，背後到底隱藏着怎樣的真相？
一、金童玉女的開端。1989，一場注定跌宕的相遇。1989年的香港娛樂圈星光熠熠。22歲的周慧敏憑借殿堂 DJ 的身份嶄露頭角，隨後跨界唱歌、演戲，憑借流言痴心換情深等金曲紅遍兩岸三地，又因清準甜美的外形，成為無數人心中的玉女掌門人。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發轟動，是娛樂圈最炙手可熱的新星。也就是在這一年，周慧敏在主持香港電台節目《摩登時代》時，列識了倪震。倪震的出身堪稱頂級配置，父親是香港文壇巨匠倪匡，姑姑是鳳美華語圈的言情作家亦舒，妥妥的豪門才子。他外形俊朗，能粵配道，才華橫溢，在娛樂圈和文化圈都吃得開，是眾人眼中的青年才俊。一個是風華絕代的玉女女神，一個是家世顯赫的豪門才子，兩人的相遇被港媒譽為金童玉女的完美裂合，是全港艷羨的童話。彼時的周慧敏從小成長在禪襯家庭，是為福子，母親辛苦打工將她拉扯長大，她內心極度渴望安穩、溫暖與陪伴。而倪震的溫柔體貼、甜言蜜語，恰好填補了她內心的情感空缺，讓她迅速墜入愛河。熱戀中的周慧敏將所有的溫柔與真心都給了倪震，甚至願意為他放慢事業腳步。可他不知道，這場看似美好的愛情，從一開始就埋下了背叛的種子。倪震骨子里的風流與不安分，注定不配為一個女人長久停留，而周慧敏的心情終將在一次次背叛中遍體鱗傷。35年8次背叛，3次捉姦在床，玉女的愛情滿是傷痕。從1989年相戀到2024年離婚，35年的時間裏，倪震的出軌從未停止，有據可查的背叛就多達8次，其中3次更是被周慧敏當場抓包，每一次都足以擊碎任何一段感情。可周慧敏卻一次次選擇原諒，讓這段破碎的關係勉強通繫。第一次捉姦，1994年，振發容風波，初戀破碎。1994年，兩人相戀第5年，周慧敏已經成為紅遍亞洲的巨星，而倪震的風流本性開始暴露。他與 TVB 女星振發容往來密切，舉止曖昧，緋聞傳遍全港。周慧敏拍戲提前返家，竟當場撞見倪震與振發容在自家沙發糾纏不清，畫面不堪入目。這是周慧敏第一次遭遇如此直白的背叛，心碎至極。他當場砸碎倪震送的水晶音樂盒，決絕提出分手，隨後遠赴日本散心，試圖逃離這段痛苦的感情。全港都以為兩人徹底結束，可癡情的周慧敏終究抵不過倪震的苦苦挽回。2年後，倪震遠赴加拿大，在他的樓下雪地守了整夜，用苦肉計打動了他。周慧敏心軟復合，從此原諒成了這段感情的常態。第二次捉姦，2001年，陌生女子徹底心寒。復合後的倪震並未收心，反而越發肆無忌憚。1998年，他寫給女作家姚樂碧的露骨情書被公開，若你未婚，我必踏千山萬水尋你等曖昧字句，讓周慧敏淪為全港笑柄。他在鏡頭前強裝鎮定，微笑表示我信他，轉身後卻獨自在停車場痛哭半小時，委屈無人訴說。2001年，周慧敏內地巡演提前歸家，本想給倪震一個驚喜，可推開臥室門的那一刻，他徹底崩潰。倪震正與一名陌生女子同床共枕，場面難堪到極致。這是兩人相戀12年間的第7次背叛，也是周慧敏第2次捉姦在床。這次打擊幾乎耗盡了周慧敏所有的心力。他沒有大吵大鬧，只是沉默離去，隨後消失在公眾視野。3個月暴瘦10斤，潮水到粉底都無法遮合，所有人都勸他放手。以他的條件，怎麼樣的好男人找不到，何必在一棵歪脖子樹上吊死？可周慧敏依舊選擇沉默隱忍，再次原諒了倪震。第3次捉姦，2008年，蘭桂坊激吻門，全港譁然。如果月前2次捉姦是私人層面的背叛，那2008年的蘭桂坊激吻門，則是將周慧敏的尊嚴踩在腳下，讓她在全港民眾面前難堪。2008年12月，倪震在香港蘭桂坊酒吧與21歲的女大學生張茅當眾激吻5分鐘，高清照片和視頻被港媒拍個正着，瞬間霸佔全港所有報紙頭條，引發全網譁然。倪震世紀賤男的罵名響徹娛樂圈，所有人都篤定周慧敏這次一定會徹底放手，告別渣男。面對輿論風暴，周慧敏發布分手聲明，字裏行間滿是決絕，直言沒枉費與倪震轟轟烈烈的愛過，永遠刻骨銘心，此生無憾。倪震也發布悔過書，引咎分手，稱自己不配做周慧敏的伴侶。全港民眾都為周慧敏鼓掌，覺得女神終於清醒，可現實卻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臉。分手近13天後，兩人突然宣布閃婚，從決絕分手到閃電領證，劇情反轉之快，震驚整個華語娛樂圈。
周慧敏用一場匪夷所思的婚禮，向全世界宣告，她依舊選擇倪震，哪怕他劣跡斑斑。婚後的倪震依舊沒有收斂。2012年被拍與陌生女子餐廳親密，2014年轉與周慧敏閨蜜曖昧，2020年被拍與短髮女生逛超市月兆，第8次背叛傳聞再度發酵。而周慧敏始終保持沉默，不辯解，不爭吵，依舊擁持着這段在外人看來滿目瘡痍的婚姻。3. 列婚11年堅決丁克不生孩子，是妥協船是清醒。除了無休止的出軌，周慧敏與倪震列婚11年，堅持不生孩子，也成為外界質疑她婚姻不幸的重要佐證。有人曰是倪震不想被孩子束縛，有人曰是周慧敏害怕孩子出生後遭遇背叛，無法給孩子完整的家。可事實上，丁克是兩人共同的選擇，更是周慧敏的清醒堅守。首先，周慧敏的童年經歷讓她對生育充滿顧慮。她從小在禪襯家庭長大，從未感受過完整的父愛，深知禪襯家庭孩子的痛苦與自卑。她不願自己的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轍，更不願在一段充滿背叛的婚姻裡讓孩子成為犧牲品。其次，周慧敏愛貓如命，將寵物貓視作自己的孩子。她出版《我的貓人子周慧豹》一書，記錄與貓米的日常，字裡行間滿是溫柔。對她而言，貓米已經足夠填補生活的空缺，無需再用孩子擁繫感情。更重要的是，丁克讓周慧敏守住了人生的主動權。沒有孩子的牽絆，她無需為了家庭放棄自我，無需在感情破裂後為了孩子妥協忍讓。她可以專注於自己熱愛的事業，唱歌、繪畫、做公益，始終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外界眼中的遺憾，對周慧敏而言，卻是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不被母職捆綁，不被世俗定義，用丁克的選擇，守住了自由與獨立。4. 全網罵她蠢，她卻藏着頂級清醒。周慧敏的幸福，從不是給外人看。35年之戰，8次背叛，3次捉姦，11年丁克婚姻，周慧敏被全網罵戀愛腦蠢女人。可人們不知道，這個看似溫柔軟弱的女神，骨子裡藏着頂級的清醒與通透。她的堅守，從來不是盲目痴情，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人生選擇。1. 情緒價值，倪震給了她獨一無二的靈魂契合。倪震雖風流，卻最懂周慧敏。